12月25號至28號，香港灣仔家居潮流博覽，只要訂閱我哋 YouTube 頻道，然後留言一字，即送入場券一張。2點至6點到我哋攤位1N35、1N36，再送聖誕福袋一個，數量有限，永不落空。新樓盤家私裝修套餐，訂做65尺以上家私，平均1尺2000蚊都唔使。收樓前2個月上套及消費滿5萬蚊以上，最多可獲贈6項代理商精選家品。300婦女節廚房5金優惠，浴室套餐送精美浴室鏡櫃，廚櫃套餐送特色5金3揀1，有碗碟抽450拉籃同埋隱藏摺疊梯。裝修或高品家私優惠，最少價值3至5萬蚊，包括免費升級進口料潔具、特色5金、香港大牌子電器等等。裝修或家私消費滿8.8萬蚊以上，仲有3重獎賞，每月10位名額，先到先得，所有優惠至月尾。展覽櫃如火如荼，牛奶風系列，電動升降系列，日式樓梯系列，日式車斗系列，然後魔術斗，呢個套嘢仲可以拉出嚟。移動系列，仲有防滑件。另外背套，呢個斗呢，拉出嚟不特止，你如果用餐嗰陣時呢，可以攞唔同嘅配備拎去唔同嘅地方使用。水球位置，如果覺得永遠浪費嘅，可以用呢個系列，無論多水喉、小水喉、拉籃系列，我未裝抽啊！餐車系列，你可以攞出嚟，然後拎去你嘅餐桌嗰度豉油啊，點配備？萬能豆系列，呢啲叫魔術豆，記住細節工藝，有防線，裝碗碟。樓梯系列，上一層唔浪費嘅地方，櫃桶系列，咁你梗係唔好擺食物啦。石材、斜邊擋水系列，隱藏 filter， 或者有啲人呢，我哋做 sandwich， 或者人哋係專係做啲生果嘅，未裝水龍頭。有隱藏水龍頭。另外呢個我哋最新嘅包覆系列，所有都有凹凸邊，細節留意，唔係直角係圓角，留意下。暫時工藝上未有一間公司做到。呢個日式版系列，啱啱講過㗎喇。重點唔係呢度，重點係下面。好，你試幾個？好，然後開燈啦，開門啦，係咯，俾你擺雜物啦。如果有任何裝修或者設計嘅問題，都歡迎留言討論。鍾意嘅就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，撳埋鐘仔接收全部嘅通知。咁之後我哋有任何嘅更新，你都可以第一時間知道。多謝大家。